在總統賴清德就職滿2年的前一天，立法院在今日舉行總統彈劾案投票，是咱憲政史上頭一件總統彈劾案。根據這憲法的徵收條文規定，要有76位立委同意，這彈劾案才會當來成立。最後投票結果是56票同意，50票無同意，也當然這個彈劾案就無來通過啊。到苗栗縣參加白沙屯媽祖病儀同賀典禮，總統賴清德講到，中央今年予苗栗縣的經費加78億，呼籲縣長將當今發揮影響力，推動總預算改圖。我沒有看到你出來講請立法院中央政府總預算要過發揮你縣長的這個力量，代表我們地方要講話。總統怎麼看待今天立院的彈劾投票？不過同時，立法院咧舉行咱憲政史上第一擺的總統彈劾案的表決，時間點拄在老總統就職2週年進前。根據憲法徵收條文規定，即賣113席立委內底要有76席同意，彈劾案才能成立。不過目前在野立委加總干來62席。我想這個就是賴清德這2年的成績單啊，我們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烙印，讓全國國人能夠看到。2023年賴清德總統開出的4大支柱已經是4大皆空哦，那整天空話治國政見全面跳票。那北黨團強調，彈劾案是為了歷史記錄，民進黨團批評在野將國會加做鬥爭工具，也快去進場集體投反對票。國人同胞現在在乎的是，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朝野一起來拼經濟，來拼民生，在野黨這個拼政治、搞鬥爭，我想這個是大家不樂見的。開票結果，南北立委56票贊成，民進黨立委50票反對，無達到通過坎站。有7人無領票，包含去瑞士一台灣參加 WHA 疾病活動的3個朝野立委廖輝雄、陳昭珠、郭玉清，家己歡喜正副議長韓國瑜、江啟臣，也個南委陳玉珍，無黨籍立委陳超平。對彈劾案失敗，總統府回應，總統一向光明磊落，堅定帶國家穩健向前。佢發聲提議，應該趕緊審查今年度總預算。記者綜合報道。